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经济部要推出的振兴券消费的方式。除了原先规划行动支付、电子票券甲实体纸本之外，即摆佫加一个信用卡嘛，通啊来使用。这个振兴券到底要安怎买卖、安怎来使用呢？行政院讲，至少是会互民众感觉真爽的迄种买一送一，也就是开1000块，摕到的物件是2000块的价值。先吃啦，饭都要冷了。可是我真的很想要买这双鞋。都希望讲疫情关过去，消费赶紧振动。经济部规划提振经济振兴券消费方式，加增加信用卡变成行动支付、电子票证、信用卡纸本4项。这就是一条台湾人真爱用信用卡，依照金管会统计，2019年一年信用卡签销的金额到3兆2227亿，那金额是上界悬的记录。因为这个银行措施优惠真济，加上收单机构一直增加，使用张数嘛增加，所以讲呢，上好用信用卡虽有利头。其实民众最爱的就是现金入库，所以其实任何能够让民众最快有感的感觉到这个现折，比如说消费现折的方式，或者是现金回馈的方式，让民众可以有感，就会很有效。刺激消费爱勇敢，直接的现金优惠这上有感觉。经济部无讲明，也无讲会好大家有买一送一的爽快，开1000块至少会摕到超过1000块以上的价单，就看6月份公布的方案，敢好多真正好全民欢喜。